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这个又是恒大。天眼查显示近日中国恒大集团、郑州恒泽通健康置业有限公司、河南恒鹏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16亿余元，执行法院为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恒大的官司是越来越多狮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不在乎多这么个16亿反正他已经翻不了身了。关于这个楼市到底怎么样各路专家说法的不一样。今天我看这个国盛证券的熊原分析师他说基于地产供给、地产需求、居民债务、住房价格4个维度定性分析加定量测算。他这个一个详细的一个报道咱就不看了，他的过程从4个维度来看。那这个熊原他研究发现，他说目前我国存量住房已足够中性情形住房需求可能还会下行不少，未来1到2年居民债务压力有望降至正常水平，房价有望降至史上相对低位。他说整体看地产景气仍处下行通道，但下跌最快时期可能已过去。那按他的意思就是咱们现在还在下跌之中，但是那种下跌就快速下跌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恐怕就是缓慢下跌了，是这么个意思那就是未来1、2年这房价还在一个下行通道，只不过跌的没那么快了，这就是他的意思从政策看，他说房地产还是经济增长和收入预期的稳定器，稳地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仍大，应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从供给端、需求端、债务端多措并举，尤其是稳房价、保主体、降房贷利率、加力城市更新、优化收储等。这个专家说别的这个可以忽略不计，他主要就是观点就是未来1、2年这房价还在下行通道，只是下降速度没那么快了。这是他通过4个维度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最近1线城市都出台了不少政策，救楼市政策，对吧？从8月份北京、上海，9月份呢是深圳，但是似乎没有看到什么动静。如果真的楼市稳住了，或者是因为这些新政交易量多了，房价涨了，新房、二手房成交活跃，那媒体中介那肯定是奔走相告大肆宣传。根据我的观察好像媒体都比较这个克制，说明这个可能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尽管现在这个楼市没有达到预期，整体显得有点低迷，但是恐怕近期也不会有全国性的支持楼市政策出台，因为没有任何风声，对吧？这个前几天4巨头开会，也没有说对楼市有什么新的动作。1线城市基本上也是陷入无计可施的境地，金九银十恐怕要泡汤。这个以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来说吧，现在是9月底，截止到昨天9月份新房成交2904套，二手房成交4480套，这个不要说与去年同期比了，就比8月份还要差，环比8月它都已经是下降，就不存在什么金九银十或者至少现在没看出什么有金九银十的苗头。那怎么办呢？很多地方又开始出新政。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说东莞楼市新政发布，购房最高补贴3万元。9月25日，东莞市住建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购房交完契税最高可得3万元补贴，首套房和2套房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150万元。趁着国庆节到来赶紧先把政策出来，有用没用死马当做活马医，万一管用了呢？我们再看个新闻这是红星新闻报道说贵州天下第一水丝楼已变身全新酒店，天下第一水丝楼变身酒店最高2000一晚。红星新闻记者从多个旅游消费平台获悉，贵州独山县地标建筑天下第一水丝楼目前已被打造成一家全新的酒店。携程信息显示这家全新的酒店取名为紫林山豪丽维拉酒店，有标准大床房、高级大床房、商务大床房等房型。25日的订房信息显示，其标准双床房价361元每晚，就是标准这个双床房商务大床套房889元一晚。说在抖音平台，该酒店评分同样较高，有住客称非常好的体验。平台显示，该酒店一共有12种房型，其中行政床豪华套房面积为100平米，售价2321元一晚。国庆节首日，该房型对外售价为3810元每晚。这个豪华酒店有客房376间。前台工作人员介绍除携程、抖音，该酒店房间在飞猪有售。至于游客提到的就餐
餐不方便问题。工作人员称，酒店有自己的餐厅，酒店所在的什么静心谷景区也有一些小馆子开了起。前台称，该酒店于去年年底试运行，今年5月正式运营。目前酒店日常入住率能达到60%，其中双床房卖的最好。国庆节期间预计是满房状态，豪华双房看风景最方便。至于这个天下第一水四楼变身全新酒店到底怎么样？这个预感不会太好。这个天下第一水四楼以前是烂尾楼，这就是盲目上马。后来应该是化债资金到了，这个项目也起死回生，变成一个酒店。我印象中咱们的豪华酒店就是5星级酒店，好像是有850家左右，就是我的印象中然后现在是掉到700多家，也就是说有100多家都已经黄掉了，搞不下去了。就这700多家里面有很多转让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个，我记得碧桂园还有什么富力他们手上都有5星级饭店，因为后来这些5星级饭店都是这些开发商持有很多都是你比如说这个万达不是好多5星级饭店吗？后来卖给富力了嘛？这些文旅项目也有酒店，对吧？他们城市综合体地标性建筑也有酒店这些酒店因为现在房地产开发商都陷入这个现金流危机，对吧？都暴雷了，所以他们要出售这些资产根本就卖不掉。也就是这个豪华饭店没人接盘，如果说豪华饭店都能赚钱，入住率很满，那他怎么可能转让不掉呢？转让不掉是因为我接手我赔钱呢。所以说这个在贵州独山县那么个地方，我不清楚5星级饭店一般的都是商务客人多，对吧？旅游客人少，你搞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有什么商务客人去，你又不是经济型酒店，对吧？如果你这个平均房价就是200-300，那也说得过去。你400-500这个就够呛了。它标准房360，说高不高，说低不。现在是消费降级如果你这个酒店主要面向游客的，那你就老老实实的打低价，你就得跟那些什么经济型连锁酒店，还有什么青年旅社民宿，得跟他们拼。但是这个你看他这报道也写了，经济型酒店那你周边配套一定要完善，就是周边吃饭方便。你说酒店提供餐食，那你酒店餐食贵人家早餐就想10块钱解决，酒店能提供吗？对吧？午餐人家20块钱，你酒店有吗？这个酒店如果不赚钱的话那后面还要对吧运营维护费用，这窟窿是越来越大，这个债是越画越多说到这个贵州独山县这个烂尾楼，我们再看看上海这个豪宅也烂尾了。当然了，它这个不是烂尾它是拍卖烂尾。咱们节目介绍过那个上海老洋房从1.5亿降至8299万任流拍，大家看视频我身后这一栋就是曾经拍摄过安家电视剧和30而已的这个拍摄地这样一栋100年的花园洋房，过2天它就要拍卖了。这个单价43万每一平，1.5个小目标来拍卖这样一栋100年的老洋房。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90毕业。在这里曾经100年前居住过很多的名人，而且在现在你看上海的这种老洋房真的很有味道。848平的占地面积，建筑面积346，花园带有500平的一个小院子再过2天就要上拍了。哎呀，真的不知道是这栋花园房最后会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个老洋房它第一次拍卖是1.5，中间这是第3次拍，不到8300万，还是流拍。什么原因呢？咱们节目也介绍过几回我没有仔细看，我这看图片，今天看到视频了，才勾起我的回忆这种老洋房为什么拍不出去？原因很多，对吧？咱找原因可以找好多条件。第一个，它是历史保护建筑，你拍到这个你要装修的话，你恐怕还比较麻烦。然后它也是独栋，所以你说它的物业是谁？没有物业，也就是你要买了这个房子自己，对吧？你得有管家，得还有电工师傅各种你还得养个小型团队，文保对吧？它也有很多要求所以说这个没人敢去拍，不是说它不值但是最主要原因我告诉大家就是经济不景气，百业凋敝。为什么这么说如果说只有一个豪宅拍不出去，对吧？那你是可以说这个房子有问题，对吧？它是文保单位它是有这个问题那问题。但是你看8月以来，阿里资产平台上上架多个起拍价过亿的豪宅拍卖标的，位于杭州西湖边的一栋独栋别墅，你跟刚才那房子一样9月3日以1.2亿元起拍；位于北京的一处传统四合院，8月30日以2.266亿元起拍。该四合院标志为清代中堂大人府邸，就是清代那个相当于总理的这个住宅，合身的相当于，但2起拍卖均无人报名，竞价失败。你看看你想象一下刚才的视频里面那个老洋房，我为什么说它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咱们
经济不行了，不活跃，所以他流拍。就是说你降价也没人问，我是有理由的啊，因为啊这样的房子谁买了都不是用来住的，也不是用来办公的，这样的房子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买了就是适合做会所，搞得神神秘秘，专门招待贵宾用的。这种会所啊，它是私人的，它也不对外营业。我告诉你，就是经济好的时候，这种房子最抢手，因为每个顶级的公司啊，或者是权贵，它都需要有这么一个场所，隐蔽、高档、大气、上档次，然后还不对外营业，透着就是有钱，就没有人买这样房子办公的，也没有人买这样房子住啊，你怎么住啊，对吧？这种独栋，你无业人员你至少得养个5、6个吧，最少的啊，电工得养一个。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啊，应该是在2018年，我就在上海啊，就在这个地方，但不是这个房子啊，就是这个顶级的私人会所，它就3层楼，是个独栋，前后都是花园，它也不对外营业，它里面啊，楼下是大厅、沙发、会客区，楼上它就一桌，大概就2个包间，那个包间我也没去看，就说是个小包间啊，这边是个大包间，大包间能坐10来个人，这就这么个会所啊，它是接待贵宾用的，对吧？一个非常神秘的人请我去吃饭，他们就是租的那个房子做会所，专门招待这个贵客，他们是专门做不良资产，这个人很神秘啊，曾经一度啊也是经常上热搜啊，而且是非常非常神秘的这么一个人，陷入各种传言啊。我跟他吃过3次饭，其中1次就在他这个会所。然后大家再想一想，现在还有谁需要这样的会所？没有了，有钱人在想着把钱怎么样整到外面去，对吧？再有钱的人很低调啊，得装着自己没钱。有钱人他也躺平啊，这我还到处张罗啥呢？做啥赔啥。所以你看啊，就这些本来是用装点门面、装神秘的，对吧？这些房子就派不上用场。那北京的四合院更是干这个的啊，北京的四合院很多都是干这种会所。你说现在还有谁那么傻去租这玩意去干会所？哎，去接待自己的所谓的贵客，彰显身份？没有了，对吧？现在大家都务实了，对吧？连这个王思聪，对吧？上海的豪宅挂了1年半都卖不掉啊，降价都卖不掉，所以这种独栋啊难卖也很正常。这就实际上它是反映着经济不，如果经济继续蒸蒸日上，那保证有人会把这个拍下来，再一装修又变成会所，专门接待，对吧？拿来背完的客人，所以这个不能叫普通住宅了，对吧？它跟住的功能没啥关系。我们还是看看啊，韭菜住的房子现在是什么个情况？这个今天啊，这个华商报啊，它再次刊登啊，说这个业主刚买完房2个月降价几十万。这个华商报很有意思啊，它应该是陕西的一个媒体吧，反正这个媒体啊，它敢报道一些民生问题啊。这个华商报啊说，女子懊恼花费200多万元按揭的期房，2个月后相似户型降价。说9月24号，华商报大丰新闻记者与业主小丽来到位于陕西西咸新区丰东新城的西安远见园保利云谷合住楼盘，施工现场的塔吊在缓缓移动，工地还在正常施工。小丽介绍啊，他说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央企保利集团，这个保利集团是人在家中坐啊，祸从天上来。保利现在是开发商一哥了啊，也就是一哥摊上市了。他是在今年7月底购买的该楼盘房子，合同显示首付111万元，贷款90万元，车位首付15%，不到2万元，剩余7万多元采用无息贷款。房子是期房，预计2027年5月交付使用。小丽想不通的是，9月份经他推荐，一位朋友在同一小区、同一楼栋购买了户型相似的房源，房屋总价却便宜了13万元左右，车位价格也便宜了4万元，加上开发商拒绝承认的2.6万元老带新奖励，总差价达到约20万元。小丽说啊，仅仅2个月房子就降价10多万，这令工薪阶层的他难以接受。他向开发商询问降价原因，对方说是公底房，怀疑被蒙，开发商一直不提供合同，公底房是降价借口。在保利云谷合住楼盘，华商报大丰新闻记者见到了有类似遭遇的业主王亮。他介绍，当初业主们选房时，销售人员往往会称业主中意的房子已卖出，让选其他房子，去化不好的楼层户型啊，这个是销售的这个惯用伎俩，好吗？对于公底房降价的情况，该业主称他5月份购买时价格比备案价低7%左右，现在降了25%左右，这样算下来，业主直接损失10几万至几十万元，大家都难以接受。这位业主介绍啊，说经过这段时间维权，他认为根本没有公底房，这只是开发商降价的借口。如果真是公底房，就要有相关
流程，特别是开发商和施工方、材料方之间的合同，业主维权多次，索要这些合同，开发商都不给看。针对此事，业主还会向住建部门反映。楼盘销售方差价维权业主有20-30户，接到通知按公抵房出售。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从保利云谷合住楼盘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初步掌握类似业主小利情况，有20-30户，按当时刚开盘时的价位和现在的价位，同楼同户型差价有40万元左右。保利作为有雄厚实力的央企，怎么会对施工方公抵？工作人员介绍，公抵房在地产行业常见，严格的流程应该是开发商与施工方或材料方之间有合同。监管部门说开发商和施工方或材料方按正常流程应该有协议。9月24号，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采访西咸新区丰东新城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称对于保利云谷合住项目公抵房降价出售的事，他们已经接到投诉，住建开发商和部分业主还在交流，具体结果还不清楚。如何界定公抵房？工作人员称，按正常流程，开发商和施工方或材料方应该有协议，只是不知道开发商为何迟迟不提供给业主。律师说法，若开发商存在欺诈性销售，业主可通过起诉方式维权。然后下面还说了说若开发商这个需要注意的是，他说购买公抵房的消费者并非没有风险，将面临产权问题、一房二卖、售后保障等风险。我记得西安以前出过这事咱们节目也介绍过，好像是碧桂园还是什么项目，那个更狠是交房的第2天开始降价，就是业主都入住了都是不是收房了，人家第2天宣布降价，那业主也是维权那这个呢，这是保利对吧？人家卖公抵房，依我说这些业主不要闹了对吧？有那个精力好好工作，为什么呢？对吧？因为现在大行情就这样，开发商他如果不降价卖房子，他房子卖不掉，他资金不能回笼，这个项目叫烂尾对吧？他一般都是滚动开发一期开发完，开发2期对吧？现在1期开发完了，如果他不能降价卖，资金回不来，2期就烂尾在那儿对吧？你们也天天跟这个烂尾楼住在一块儿。第二个，降不降价，按不按公抵房卖，这是人家企业的自由就人家跟施工方合同凭啥给你看呢？没有说必须要公开只是说保利为什么打着公抵房的降价，那纯粹是这个制度畸形对吧？就是你就不应该不让人家企业冠冕堂皇的降价对吧？保利如果不降价的话，保利到时候暴雷，你地方你负得起责任吗？你去救他你要给他纾困什么？你要给他白名单总体来说2021年9月13号恒大暴雷以后买房的人如果是亏了对吧？被套、暴雷、断供对吧？没钱还按揭贷款，只要你是2021年9月13号恒大暴雷以后买的房的，都不值得同情。你应该自己先反省，恒大作为第1大开发商都暴雷了，你还在那儿不知道听谁说的，还要涨价，还把脑袋往里扎，还去买房，买了之后呢对吧？涨了你又笑，你是巴菲特对吧？有眼光，跌了你在这就是埋怨开发商为什么降价，没这道理还有你看这业主居然5月份自己买房，7月份还介绍朋友去买，你这是多喜欢房子？你是为了就是多赚那点这个叫什么以老带新那个什么佣金是吗？你就坑自己朋友假设他自己买这房2个月就赔了，就是便宜了10几万，到年底这个房子恐怕还要降价，他的朋友恐怕也要赔10几万，那到时候他赖谁呢？明年对吧？恐怕房价还要降对吧？你不仅害人害己。我理解中这个时候买房的人都是那种扛得住压力的，就是你降价我也不在乎，反正我买房我要住对吧？你涨了我当然我高兴，你要不涨我也无所谓，降了我也能扛得住，因为我是到了不买不行了，必须要买房。所以说这些业主还是要对吧？有这个精力还是自己去好好工作吧，把这个损失通过工作弥补回来对吧？你跟保利闹维权，看看能不能搞个1-2年的这个物业费是吧？让人家免一下，这就是心理安慰。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就是叫劣币逐良币对吧？什么叫劣币逐良币呢？毕竟有的开发商对吧？人家降价马上给老业主补贴，老业主根本就不出来维权对吧？人在家中做，各种补贴就来了对吧？让你没话说对吧？不劳你去维权，不劳你去打电话投诉对吧？人家主动的降价就给老业主补贴，这个就是理超人。结果这样的企业在这待不下去嘛对吧？也把他赶走，骂遵纪守法的企业被骂走了，那留下的就这些专制这样业主的人。这么看的话也是咎由自取对吧？你看网上对李超人的一片骂声人家卖房子说他是对吧？甩卖资产想跑，人家不卖房子误盘，你看他误盘坚决不卖，然后人家对吧？打折卖房，然后给老业主补贴你看他想跑路。所以面对这样的人就适合保利这样的企业收拾了对吧？你跟保利打官司你不一定能赢这不人家是央企最后我们再看一个热搜新闻
闻啊，这个也反映当下的一个经济状况。他这个热搜讲的是叫女子租房6年，房东多次主动降租。他讲的是合肥的杨女士啊，租了6年店，她租房是开店啊，不是住啊。房东没按合同涨租，本来他约定的是每年涨多少，结果这个房东啊不仅没有涨租，还因为他孩子生病主动降租，这个也上了热搜啊。这反映什么？我觉得这反映的就是线下实体经济啊一塌糊涂，对吧？这个你那个店呢能租出去就不错了，现在很多店铺都是空的，所以说主动降租，一方面也是为了留住老客户，对吧？一方面也说明这个开店不容易，想赚钱也挺难。所以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双方互相协商，对吧？你也别在那绑着不降价，你最好主动提，对吧？这样有很多啊房东啊，就是租这个写字楼的或者租什么的房东啊，他就故意不提，他装作不知道。哎，等到你这企业要搬走了，企业人打招呼说，哎，我对不起，对吧？这合同一到期我就走了啊。这个时候啊，你房东就被动了。你那个时候再去跟人家谈，我给你便宜，人家对不起，我已经在外面找好了，对吧？定金都交了。所以作为房东啊，作为业主要主动一点，你心里要有点叫哈数，当前什么个经济形势，所以就像这个房东一样啊，要主动的跟租房的人说啊，跟这些开店的、开公司的，主动跟他说，对吧？我今年啊，我不仅不涨，我今年还给你降10%，对吧？你们也不容易，你主动一点，人家反而觉得，哎呀，既然降了15%，我就算了吧，我也别去费劲到处找了，再去搬，对吧？即便你找了一个能便宜20%的地方，那但是搬来搬去了，对吧？也影响业务，那我就在这里，对吧？再干个1年，对吧？也就是说啊，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业主和租房的应该叫同舟共济，应该大家互相让一步，主动一点，双方都要主动一点。所以我觉得啊，今天这个热搜啊，说女子租房6年，房东多次主动降租。虽然说这个房东是考虑了这个租房的人家庭情况不太好啊，这一大堆的，但主要还是线下经济出租率低。所以说，如果你手上有房子，对吧？正在出租给租客啊，那你快到，比如说下个月就到期了，那你提前1个月就跟人家主动说，我这个月，对吧？往后啊，1个月给你减200，减5%，减10%，你主动一点。别人一旦提起要走的时候，你的那时候挽留就来不及了。总体上啊，还是说明这个线下经济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